後來，過來是第一線苗栗造橋的路段發生着死亡車禍，一個77歲太太駛修理車經過一個長彎，突然間失控，大力來衝撞着護欄，規台車佇空中趴180度，弄斷着電火條啊甲彩紅燈，車身是嚴重變形，卡佇個護欄。消防隊破壞這個車體，把太太救出來，但是已經無生命現象，送病院搶救，也是救無倒來，往生了。修理車高速弄到路邊的護欄，弄到的瞬間，規架車是飛起來，在咧空中變180度，佫向前甲路邊的電火條啊，佫有槍燈弄倒，零件是三工滿死過，佫真營業。路口的監視器佫翕到修理車佇咧前一個轉彎的所在了後，到後一個轉彎就失控弄到護欄。聽到砰一下呢，我才出來看，就這樣了。車禍現場，修理車傾倒，車龍變形，規支電火條啊掛佇咧毀損的修理車頂懸，車殼的碎片是滿死過，轟弄斷的車燈倒佇咧路中央。消防隊到場的時，女駕駛佫掉佇咧車內。使用破壞器材破壞車輛，以搶救過程中車輛引擎室起火，出於水線將其撲滅。消防隊員把車破壞，把受傷的77歲女駕駛送醫，當時女駕駛已經無生命現象，經過搶救，原來是救無活。昨下晡3點多，修理車佇咧第一線苗栗造橋路段弄到護欄，負責人的家屬透露，當時負責人當要回去厝，唔知影是安怎會出車禍。車子都有在保養啊，車子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啊，有問題他還會講啊。周姓婦人結束插花課程，沿台一線南下返家途中，行經事故地點時，已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護欄。警方調查，駛車的77歲周姓婦人人，平常時身體狀況佫袂歹，接駛車四界佚佗，想袂到說佇咧離厝無偌遠的所在出車禍，是人細心，也是機械故障來吊死，佫愛查清。